你哋好，今日係12月14日，我講你聽時間，我係華先生。今日沙田咧有10場賽事，有4場係一級賽㗎，係呢個浪琴錦標賽。咁啊，第一場咧4班14米，1號安都，佢佔咗倉司機嘅大閘，走勢都有嘅。不過咧佢咩重磅12檔位差，咁啊仲要收24磅。我覺得唔係咁理想啦，所以都係唔要。2號咧千杯不醉，上場放頭放得好㗎，即係拉士被人過咗跑第3，負過嘅馬位，我覺得佢唔叻咯。仲要相隔21日再跑，隻馬係細㗎，1000磅馬，不宜連騙咯，所以唔揀佢。3號有形良，今次換咗騎師跑，佢係咩重磅？對佢人對手講咧就係10至9磅，咁啊佢佔唔到咩優勢嘅喎，不以為妙咯。4號紅磚鑽石師大閘冇乜特別走勢，佢第一次參與競賽，都係觀望好啲嘅。5號勤得天下成場跑1400，走勢普通，雖然走3碟啊，但係直路前面望空，佢都冇咩加速，都係。唔叻跑師領嘅馬位唔叻嘅，所以呢次我認為都係排好位啦，可以守住或者放頭跑嘅，即係守好位放頭跑嘅意思。咁我打嘅機會都係因為對手增強咗嘛，都係3單4個機會。6號嘉應晉升124磅，10檔位差，多馬搶貨削弱機會。8號時時感恩跑咗2次，冇咩特別走勢咯，真場啱跑嘅，但對手多輪到佢咯。11號準風雲122磅，跑咗2次，毫無走勢，9檔位差，繼續以賽代操。12號咧有情有義121磅，近2次話1400，走勢普通咯。潘頓騎都冇咩好走勢，咁啊呢次對手更加強，機會更加彈唔醒啦。14號彩虹七色120磅，跑咗3次1400，佢都係後醒嘅，但係都先3、4個馬位。咁啊質素能唔係成人都咁高咯，13檔位差，繼續跑下先等佢。第一場順序啊，10號金匯千歲，9號加州星馳，13號最好玩，7號年年好運。第二場3班1200米，1號線路滿貫，3歲自購馬，第一次在港跑大冷喎。今次係孭多16磅，馬跑完就收29磅，佢仲要揾大師傅騎，話超級大師傅啊，揾呢個蘇銘倫。我覺得使唔使咁揾大師傅騎嘅有能力嘅馬，即係咁叻嘅馬係嘛？唔需要嘅啦，係咪？所以我覺得有問題唔要嘅咯。4號咧起連勁感師大閘走勢普通129磅13檔位差，應該係中長途馬佢，我睇佢。等佢熱身一場先咯。5號金牌活力69分，評分係冇咩優勢啦，加上12檔位差，轉跑沙田喎呢次係對手更加強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機會不在咯。6號太子咧，佢成場跑馬地受咗嘅，守好位拉士受咗少少嘅，但係咧佢都係跑第4，輸過嘅馬位，我覺得佢唔係好叻咯。今次轉跑沙田又換騎師。如果臨場嘅飛有10倍以下咧，可以跟進嘅。而家我唔會要佢咯。7號開心孖寶咧，佢曾經佢左後腿小掌骨受傷過嘅，佢不過係試過幾個大閘，冇咩走勢㗎嚇。佢喺香港咧第一次出賽㗎，我認為適宜觀望咯。咁啊9號咧日馳千里65分喎，呢個評分係冇優勢咯。前領馬14檔位差，機會大打折扣啦。10號領袖勁力121磅3檔，師大閘冇乜走勢，等佢跑下先啦。11號共創歡欣師大閘有啲走勢，121磅屬於輕磅嚟嘅，但係8檔位差啲，但係佢大隻馬嚟喎，係1300幾磅馬，我認為佢要熱身咯，所以都唔要佢。13號烽火猴王118磅，跑咗4次，毫無走勢啦，繼續以賽代操咯。14號方唐武士118磅，61分冇着數㗎。
可惜佢7歲馬而家能力又見盡啦，再加埋跑沙田未呢一個嘅，即係未做過3格啊，跑到幾季，減多1分佢落班。第2場順序8號千格轉英，2號姚寶，12號勁進非凡，3號增強。第3場4班12米，1號勇者為王，成場初出贏咗爆冷㗎嚇，今次孭多8磅，跑完瘦16磅，隔2個星期再跑。上場對手係弱啲嘅，今場對手增強咗，機會都係3、3、4、4。2號馬寶寶成場一檔好位，放翻嚟爆冷贏咗，今次孭磅又多咗7磅，加上12檔位差啦，多馬搶放，機會未咯呢次佢。5號順城之星131磅，今次咧戴眼罩綁埋你喎，但跑完瘦12磅。1000零磅馬唔理想，加上初出跑第3，之後連跑5次喎，上季未到今季毫無走勢啦，都係唔要啦，係咪？6號福聚連拼3仗得第2、第3，可惜贏唔到，而家係129磅，實喺當擺差啦，係咪先？咁啊對手又增強咗，機會談不上啦。7號海王127磅，成場係初跑。係冇乜走勢嘅喎，真情啱㗎，因為佢成日跑1000啊嘛。咁呢次咧，佢係隔2個星期再跑，真咗情係對手唔同，適宜觀望咯。9號花果猴王，相隔差唔多8個月出嚟跑，馬肯定有啲內在問題嘅，呢啲馬最好等佢跑下先啦。10號閃電武士127磅，師大澤走勢勉強啲喎。第一次參與競賽，留意走勢啦。11號明月清風127磅，史大澤走勢唔係好差咋，幾好㗎。但係咧，佢對住狀態跑起嘅4歲自購新馬，佢係3歲自購新馬，肯定蝕底啲嘅。不過咁啊，如果臨場有票數勁嘅話，有10倍以內咧，你可以跟進㗎。而家我哋唔要啦。12號轉得勝123磅，1000零磅馬。跑完仲要瘦9磅喎，大佬1020磅嘅馬，唔理想啦，係咪先？即係瘦成9磅，加上13檔，係咪？話又差，談唔上機會啦，係嘛？13號凌厲飄區121磅，喂，接咗倉跑4次喎，得兩邊領咗第2，即係叻啊！不過而家咁啊，佢升翻上4班跑啦，唔係5班㗎啦，要考驗大啲㗎而家。即係睇佢有冇能力啊，有冇進步咯，應該咁講。咁我認為觀望好啲。第3場順序啊，3號包裝戰將，8號冷蛙，4號遨遊波士，14號幸運2快。第9場3班1004米，1號自尊高超，平80分，冇優勢㗎。細隻馬900幾磅馬，佢做咩頂磅喎？13檔位差，存在不利因素，呢啲馬唔適宜要。2號大眾福星，佢上場係轉彎中潘度醒啊，見到毛速慢即刻踩油，哇！我哋直路之後佢仲要彈出嚟會贏啊，點知一路維持個勁度，冇再超拋離，所以咧佢又跑第3。有幾隻馬成4隻馬跑第3嘅，唔係5隻馬，總共唔影迷醒啦，真係。所以我覺得佢呢個第3咧已經盡所能㗎啦，已經。呢次個機會咧，因為你成場用咗力啊嘛，咁呢次再放多馬放，未必換到體力㗎。講真嗰句，係咪？上次咁搏盡法都彈唔甩，所以呢場馬咧，呢次我係唔會要咯。4號川河賽區126磅。轉咗倉初出，試個大閘，走勢普通，等佢跑下先啦。5號開心三寶126磅，不過跑得密喎，隔2個星期再跑，縮程好㗎，因為成日跑1006啊嘛，放翻嚟輸咗，呢次縮1004，但係咧14檔位差，多馬搶放，削弱機會咯。6號
幸運多彩123磅，贏咗醒翻3班，跑咗2次，走勢算差㗎，因為每次都先成3、4個馬位，所以繼續以賽代操咯。7號黃忍歡聲121磅，佢今個係跑咗2次，走勢普通，平66分，冇咩優勢咯，繼續以賽代操咯。8號盛依蘭121磅，跑咗2次，毫無走勢，冇嘢評論㗎，等佢繼續跑下先咯。10號自力更生117磅，隔咗11日再跑啊！8歲老馬，仲要12檔位差，機會係咪不存在啊？12號光年80 117磅喎，戰座倉初出跑第2，以盡所能，即係我覺得佢係盡咗力嘅，即係跑到第2呢個。咁但係咧，佢隔有一日再跑喎，佢體力未必恢復足夠啦，即係未必夠足夠嘅體力去應對呢組馬嘅咯。咁所以佢實搏㗎，係咪先？實在睇 fit，我認為都係觀望好啲嘅。13號非凡之線跑咗2次，毫無走勢，繼續跑下先啦。第9場順序啊！9號正義波，11號百威多贏，14號榮進大道，3號99衛星。今日咧，我提供值得投資嘅係第一場10號獨贏位置，就係呢個金匯千歲，希望有4倍啦，因為潘頓騎啊嘛。咁啊，另外我提供咧2乘3後邊2乘1嘅 pace，咁啊係第2場8號千甲戰英，我貪佢縮程同埋一檔好位，係咪？咁啊狀態又嚟咗啦，即係睇有冇機會去爆一段咯。所以我擺咗出嚟，點解咧？覺得個機會夠冷，先擺出嚟嘅。咁第9場9號喎，又係㗎，呢個馬跑咗1次，係咪先？咁啊呢次咧，咁啊啱佢嘅119磅，咁啊可以跟中間放，即係冇話請頭放啊，跟中間係守住6、7位走2碟。呢組馬咧，佢有機會佢去贏㗎，贏呢組馬意思嘛。所以佢都有冷門機會爆冷㗎，所以我揀呢2隻冷馬做呢個2乘3呢2乘1批嘅。咁啊，希望各位有緣人繼續連 Q 齊中啦，咁啊多謝你嘅收睇啦，希望你哋繼續訂閱啦，係咪支持啦？我啲人數越嚟越少，唔知點解，希望你哋鼓勵下啦，即係揾多啲朋友支持，係啦，唔該。